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喺香港嚟嘅。我是香港來的。我哋係呢個短宣隊。我們是短宣隊。咁我今日要講嘅見證呢，就係家庭修復關係。我今天要講的見證是家庭關係來修復。剛才阿師咧就講我哋嘅老師啊，我哋嘅團隊嘅隊長啦，咁啊佢話咧我哋要介紹我哋嘅組長喎。咁我咧係李恩牧師體系嘅。我是李恩牧師體系的。我就係 Rita 嘅門徒。我是 Rita 的門徒。好多謝大家。好，我叫做謝謝大家。趙官榮。我叫趙官榮。咁咧喺23年前到啦，在23年之前，我同我先生買咗一間居屋。我跟我老公買了一個房子，同我個仔一齊住，跟我的兒子一起住。後嚟我個仔就識咗個女朋友，後來兒子認識了一個女朋友，咁我哋就4個人一齊住。我們就4個人一起住。咁其實而家講起嚟都好難過啊！咁幾年之後，現在講起來很難過。幾年之後，我先生就過咗身啦。我先生就過世了。我先生過身之後，我個仔同我個仔嘅女朋友，兒子跟他的女朋友對我嘅態度就開始好差，對我的態度非常的差。咁我諗嚟諗去，我諗唔到咩原因。我想來想去找不到原因，可能因為佢哋對我態度差啦，我覺得佢哋唔好啦。他們態度對我很差，我覺得他們很不好。咁我打電話同同事去傾訴，我打電話跟同事來傾訴，話佢哋對我唔好，說他們對我不好，可能會俾佢哋聽到啊，可能被他們聽見了。咁後嚟我仔就結咗婚啦。後來兒子結婚了，佢更加對我差嘅，他對我的態度更加差。朝頭早我哋一齊去返工噶嘛，早上我們一起上班，我會叫我個新抱早晨，我叫我的媳婦說早安。咁我計起上嚟10幾年，我算起來10幾年，佢冇應過我一句早晨，他沒有回應我一句早安。而我仔咧係不聞不問噶。我的兒子是不聞不問的。你問佢10句，佢9句都唔會應你。你問他10句，他9句都不回我。我會覺得我被冷落，我覺得我被冷落了，我被藐視，我被藐視，我被排擠，我被排斥。我覺得佢哋用冷暴力嚟對我。我覺得他們用冷暴力來對我。晚上我哋一齊食飯，晚上我們一起吃飯，佢哋一齊傾偈，他們一起聊天，因為每一晚都一齊食飯，因為每一個晚上都一起吃飯。佢哋傾偈，我會答口噶。他們聊天，我會搭口，但係佢哋會停口噶。但是他們就停止了。然後一陣間佢會轉第2個話題，然後他們就轉第2個話題。咁我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，經過咗6、7年。在這樣的環境，我經歷了6、7年。我覺得我冇辦法同佢哋一齊去住。我覺得我沒辦法跟他們在一起住。然後我就自己唔話俾佢哋聽，我去放盤賣咗呢間屋。然後我就沒有跟他們講，我就自己將這個房子賣掉，放出去賣。後嚟呢，有人嚟睇樓，我個仔就知啦。後面有人來看房子，兒子就知道了。佢話：阿媽，我唔知道咁樣你會好嬲。他說：媽，我不知道這樣你會很生氣。你可唔可以俾個機會我？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嗎？嗰陣時我已經返咗我哋嘅舞堂611。那時候我已經來到611教會。我知道關係好重要啊！我知道關係很重要。更加佢係我嘅仔，更加他是我的兒子。我其實好愛佢，我其實是很愛他。我好想有一個家庭係合一。我很想這個家庭是合一的。
相親相愛，相親相愛，一團和氣咁樣生活。一團和氣這樣生活。佢咁樣講嘅時候，我就收翻間房子唔賣啦。當他這樣說的時候，我就收回這個房子不賣了。因為當時我係唔識同人溝通，因為當時我也不懂跟人家溝通，亦都冇將我嘅感受同我仔講，也沒有將我的感受跟兒子說。咁我哋又係咁樣一齊住。這樣我們又一起住了。有一日，有一天，我個仔同我講，我兒子對我說，你唔好將呢啲衫擺喺呢個烏衣羅嗰度，你不要將這些衣服放在這個籃子裡面。因為我賣樓嘅時候呢，我收翻間屋，我冇好好地同我仔去講，所以佢嘅態度係仲差過以前。因為我賣房子沒有跟他講，所以他現在的態度語氣比之前更差。然之後佢話，你自己另外揾個嘢嚟裝翻你啲衫。他說你自己就拿一個東西來裝你自己的東西。我聽到之後，我其實真係好傷心。我聽了之後很傷心。嗰個裝衫嗰個烏衣羅係我買嘅，裝衣服的那一個騾子是我買的。而家佢哋用啦，就要我啲嘢攞出嚟。他們現在用了，就叫我的東西拿出來。咁我買生果返屋企嘅時候，我買生果返屋企，我買水果回來的時候，佢就叫工人呢係將我啲生果擺翻到我嘅房度。他就叫工人將我的水果放在我的房間。我嗰陣時真係好辛苦，好嬲。我那時候真的很生氣。我其實有同佢哋傾，我其實有跟他們聊，但係我裏邊好傷痛。但我裡面很傷痛。當我想講我自己嘅難處嘅時候，當我要說自己的難處的時候，我就話：阿仔，我有嘢同你講。我說兒子，我有話跟你說。然後我未講出嚟我嘅問題，我已經喊晒。但是我還沒有講出我的想說的話，我已經哭了。我仔就話：你想講咩啊？我唔想聽啊，唔好再講啊！兒子就說：你要說什麼？不要講了，我不想聽。其實嗰陣時真係好慘。那個時候我很慘。咁10幾20年過咗去，這樣子過了10幾20年，我就鼓起勇氣，我就鼓起勇氣，將我嘅感受講俾我仔聽。將我的感受講給我兒子聽。點解我識得咁做呢？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？有一個姊妹同我飲茶，有個姐妹跟我喝茶，佢同我講，她跟我說：我見到你好憂鬱，我看到你很憂鬱，你有冇咩唔開心？你有什麼不開心啊？我就將我嘅家庭狀況去同佢講。我將我的家庭狀況跟他說。佢話你要同你個仔講。他說你要跟兒子說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好容易有病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你這樣很容易生病。咁我翻去第一時間就祈禱。我第一件事回家就禱告。我同神講，我跟神說：神啊，求你幫我。神啊，求你幫我。我真係好需要修復關係。我真的很需要修復關係。係咪以後就你唔睬我，我唔睬你，咁同埋一間屋呢？以後是不是這樣？我不理你，你不理我，這樣子同一個房子呢？當我咧流淚咁去祈禱，當我流淚這樣禱告，神真係好好，神真的很好，睇到神跡啊！見到神蹟。唔夠2個星期，不夠2個星期，神安排一個好好嘅時機。神安排一個很好的時機。我嘅親家，我的親家夫婦嚟我屋企食飯，來我們家吃飯，我就求神，我就求神，神啊，呢個係咪一個我可以講說話嘅好機會？神啊，這是不是我可以講話的好機會？求你與我同在，求你與我同在。咁食完飯就係一個傾閒偈嘅時間，吃完飯就是聊天的時候，然後我就同大家講，我就話阿仔，我有嘢同你講。
然後我就跟大家說：兒子，我有話跟你說。咁我喺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啲孫咧就喺度傾偈嘈。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，孫子在旁邊很吵。咁嗰個婆婆啦就話：你哋唔好嘈，嫲嫲有嘢講，要聽嫲嫲講嘢。啊，婆婆就對孫子說：你們不要吵，奶奶要講話。咁好感恩呢一支好似強心針咁，因為我平時唔敢講嘅。感謝主，這一次好像強心針一樣，平常我不敢說的。咁我就將我點樣同佢個女同我個仔相處嗰種艱難一鋪講晒出嚟。我就將怎樣跟兒子媳婦一起生活的這個艱難一一的講出來。咁感恩嘅就係冇不和咁去收場。感恩就是沒有不和收場。之後我嘅仔同新抱就有180度嘅轉變。之後我的兒子跟媳婦就有180度的改變。咁當然啦，佢嘅改變唔係話一日就可以做得到。咁喺呢年紀裏邊咧，真係每一日都對我好好。感恩這一個時間當然不是一下子轉變過來，但是他這一年來一天比一天對我好。咁嗰個重點就係咧，佢主動叫我早晨。重點是他主動早上跟我說早安，其實係好大嘅安慰。其實是很大的安慰。咁我會去街啦，返教會啦。我會去街上回教會。我個仔都會問下你去邊度啊？兒子都會問你去哪裡啊？返教會做乜嘢啊？你去教會做什麼啊？咁讓到我咧好窩心，讓我很窩心。平時咧係不聞不問，平常是不聞不問的。咁因為我知道年紀大啦，因為我年紀也大了，我呢啲牙齒就壞咯，我的牙齒也壞了，咁我就需要種牙啊。我需要種牙，但我仔咧願意付呢筆費用。那兒子願意來付這一筆的費用，其實係幾萬蚊，其實要好幾萬塊。我仔係睇錢係睇得好重嘅，兒子看錢看得很重的。咁後嚟咧我就嚟古晉短宣啦。後來我就來了古晉的短宣，咁佢又會俾我零用錢喎，他也會給我零用哇錢，就係祝福我喎，又來祝福我。哇！我真係好感恩，好感恩，很感恩，很感恩。咁我就係話神真係聽禱告，我在想神是聽禱告的，神係愛我哋，神是愛我們的。我真係相信，當我哋咁樣去禱告，神必成就。我相信這樣子禱告，神必成就。我而家覺得我嘅家，我覺得我的家現在係一個溫暖嘅家，是一個溫暖的家。將榮耀頌讚歸給神，將榮耀頌讚歸給主，哈利路亞。